科技日新月异，数位证据已成为法庭攻防焦点。为提升警方科技侦查量能，台南市展现重视专业、品质及提升科技量能决心。自112年核定推动为期3年的数位鉴识实验室认证暨科侦人才培训计划，在中央提升科技侦查政策方针指导下，推动数位鉴识实验室，并建置多种科技侦查利器，让隐藏犯罪无所遁形。这是我们主要2台 OTEL 的无人机。那左边的部分可以看到，它是有6K 高清的影像。那我们同时有6K 高清影像，以及右边的热显像的镜头。因为夜间我们可能高清在夜间也没办法看到什么画面，那我们就是透过热能的反射去看到，达到这些可以看到有人的部分这样子。这个部分就是我们的法拉第箱。那这个的用途在于说，当我们今天拿到了数位证物是没办法开飞航、没办法关 WiFi 阻绝网路的时候，可能犯嫌会透过远端达到重置证物的那个作用。那这时候我们就会把证物放进法拉第箱内，就如同这个箱子所见。那只要关下来，就能够达到隔绝的讯号效果。台南市警局的数位鉴识实验室，透过全国认证基金会 ISO/IEC 17025认证，是南台湾首间通过认证的数位鉴识实验室。市府24日举办授证典礼，副秘书长殷世熙也出席见证。我们市长很重视这个数位鉴识的实验室，所以在112年呢，只是我们警察局来建构，就短短用1年就把实验室建构起来，然后再用1年呢取得了这 ISO/17025的认证，实在是不容易的。这是南部第一个这样的一个认证实验室啊。我们也期待这样的实验室建构以后呢，对于一些我们所认证出来的具有很大的公信力。那这也代表我们检察局的一个效率了哈，我们也期待我们用这样的效率呢，能够将我们台南的治安做得很好，这是我们共同的希望了哈。那有这样的科技的协助，因为现在科技犯罪太多了啦哈，所以我们检察局的同仁也必须要用这样的一个科技的一个帮助了哈，让我们的压力减轻最低。那实验室所认证出来的也具有公信力，那这样呢，将来到了法院，这样的证据力也才足够了哈。我们很期待这样的台南市政府的这样的一个推动之下，也能够带动南部地区的相关检证单位也可以建构这样的实验室。市府将持续以实际行动支持警察局提升科技侦查量能。今年度已在核定推动115年至117年精进警察科技侦查设备及人才培训计划，目标要将台南打造成为最宜居、最安全的城市。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。